镜头来澳洲明日本海洋生物水族馆，即马有一只真高大的国王骑牛仔囝，伊只9个月大尔，不过伊的体重已经有23公斤半，而且是凭伊的爸母加起来也搁较重。这3只骑做伙，看起来是有够高水。 在墨尔本海洋生物馆这顶骑鹅内面，你一定会看到圆滚滚这只，伊是今年以来唯一一只国王骑鹅 baby， 目前是9个月大，规身躯有咖啡色的毛，但是伊的体重已经来到23.5公斤，比分别这11公斤的爸母加起来搁较重。一口罩3只骑做伙，看起来是小可怪怪，但是搁真趣味。 He's a baby penguin. He was born on the 31st of January this year, and he's large and brown and fluffy, and becoming the largest penguin here at Sea Life Melbourne. 采用员讲，这只叫做佩斯托的骑鹅 baby， 拄出生的时阵才200公克，即马变做安尼肥肥，主要是因为伊的胃口真好，逐摆车养员来试物件，伊拢是第一个有反应的。目前伊一天都爱食30只鱼。虽然讲佩斯托的体重一直起哩，车养员讲伊嘛是真健康，而且差不多过2礼拜，伊就会开始当大人。 He's going to start losing that really adorable baby fluff. It might take him 1 to 2 months to really get rid of it. Then he'll be nice and sleek and streamlined. 采用员讲，到时佩斯托的胸坎含头就会出现真水的黄色、柑仔色的斑地，而且亲像因爸爸同款，穿遮因头的乌白有尾的礼服。这个过程会用伊真侪能量，伊的喙斗渐渐袂较好，体重自然就会降啊。在佩斯托变身进前，伊受欢迎的程度和伊的身材是正比。相关影片在社群网站是成全球超过19亿人点来看，阁有真侪人专门是因为伊的名声来到海参馆，要亲身来看伊项链，阁有够古锥的风采。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